今次我去咗深圳灣後海站，超驚喜被升級咗行政海景套房，行咗全新嘅萬象城2期，近距離咁睇到非常之震撼嘅春筍大廈，去埋有好靚嘅海灣人才公園，嘆咗好 chill 嘅下午茶，仲食咗一間性價比幾高嘅火鍋，最後仲去埋一間新嘅按摩店消除疲勞。希望大家中意我嘅影片，訂閱我嘅 channel， 分享埋俾朋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acy 美斯。我哋到咗後海站，過嚟後海站最快係由深圳灣口岸搭13號線2個站就到。喺2號線嗰邊行過嚟要成10分鐘㗎，大家要留意啊！去酒店最近嘅出口係 M 出口，行到入隧道裏面，我哋行冇幾耐，喺左手邊就見到深創投廣場。跟住搭2層扶手電梯，呢一間係國內華住集團旗下2026全新開幕嘅深圳灣萬象城吉子水晶酒店。佢係坐落喺深創投廣場嘅20至25樓。好快就嚟到酒店啦，循例都係攞咗房先，擺低行李。真係超驚喜啊！酒店知道我係嚟拍攝，所以直接升級咗我哋去行政海景套房。呢個驚喜留返今晚帶大家一齊做酒店開箱。落返嚟隧道，跟呢個指示牌就可以行過去萬象城 B1 層。我哋入到嚟 A 區啦，入到嚟 A 區已經俾超巨型嘅屏幕包圍住，一路行過去都唔會覺得悶。行咗幾分鐘就到 B1 層嘅入口，一入到嚟兩邊開始都係精緻嘅咖啡店，跟住都會見到一啲國際品牌嘅化妝品店。特色嘅餐廳同埋超級市場就梗係唔少得啦，又有唔同國際品牌嘅時裝店進駐。成個萬象城嘅 B1 層係分 A、B、C、D 區，C、D 區粉紅大街同埋露天室外廣場，都係2期2025全新開幕。成個商場嘅感覺係高端同埋時尚，空間感又十足。完全冇壓迫感，行得好舒服。行咗一陣，我就去咗 C 區嘅綠谷，呢度主打嘅係度假風，成個區嘅意境好似去咗歐洲咁啊，好超啊！而且空間感好大，同埋好綠化。跟住我就去咗呢一間充滿繡球花嘅意大利餐廳食下午茶。行到入去，簡直覺得自己去咗歐洲咁啊！係叫開府來社，試下佢哋嘅意大利餐好唔好食？餐廳係會送免費嘅頭盤麵包，仲附送咗橄欖油配意大利醋、青醬同埋碎番茄3款點醬啊！另外土豆章魚都好快嚟到，章魚食落去係好新鮮同埋唔韌，土豆又好軟糯，味道方面係橄欖味同埋帶少少嘅微酸，再配合埋車厘茄作為前菜食落去，我都覺得好開胃同埋好清新啊！主菜我點咗呢一道嫩牛肉配羊肚菌松露醬，牛肉食落去係好軟腍，完全冇筋，配合埋松露醬，味道好濃郁啊！羊肚菌係索晒醬汁嘅精華，露筍都好幼嫩，整體嚟講我都覺得幾好食嘅，不過我就略嫌佢油多咗少少啦。跟住我仲叫埋呢一道檸檬雷迪奇奧蝦配手工闊意麵，闊意麵口感方面係比較偏腍，炸蝦仁都幾爽口。味道方面有微微嘅檸檬酸味同埋奶油芝士味，醬汁唔會太多，配合都啱啱好啊！阿瑪爾菲檸檬雪芭，檸檬味好清新，帶有少少果皮嘅微苦，整體係偏甜少少嘅，非常之清新解膩。我哋仲叫咗呢一杯翡冷翠，係一杯淡嘅咖啡，飲落係幾清爽同埋輕盈，苦味淡淡地，中意飲淡咖啡嘅朋友就啱晒啦。我個人覺得，雖然食物細節有進一步嘅空間，但係整體水準依然合格。我呢一餐大概食咗360蚊港幣。如果大家想揾個地方放鬆下、超下嘅話，不妨可以過嚟一試。跟住我就由 C 區嘅水幕廣場出咗去室外，2期都會有 L1至 L3樓層，主要都係一啲高級嘅時裝店同埋餐廳。由 L2經過空中連廊，好快就去到人才公園。行過去嘅時候，已經見到一座好宏偉同埋有400米高嘅中國華潤大廈，好多人都叫佢做春筍大廈，係咪好似筍形咁呢？
嚟到人才公園呢一邊，呢一度嘅海景同埋綠化規劃得好好啊！成個公園範圍都好大，呢度係好適合放假想揾個地方散下步、放空一下同埋打卡嘅好地方啊！其實二期呢一邊仲有其他露天廣場，呢度個範圍真係好大啊！行一日都行唔晒，大家記得預留多啲時間。跟住我哋就去咗 B 區嘅粉紅大街，北街係聚集咗好多人氣嘅茶飲店同埋餐廳，南街係有唔同嘅精品店。跟住我哋就見到呢一間食一人火鍋嘅壽喜雲。我哋嗰日係星期三7點鐘左右，都見到佢坐滿晒人，仲要等位啊！我哋就試下佢，我哋等咗20分鐘左右就可以入座啦。我哋喺大眾點評點咗一個雙人餐。係精選 M7 至 M8 和牛壽喜燒鍋套餐，牛肉係各100個 gram， 鍋底有2個口味選擇，係關東風壽喜鍋同埋新口牛油鍋，仲有佢哋嘅蔬菜、菇菌類、豆腐同埋米飯都係可以任添。我向店員查詢過，佢哋嘅牛肉係澳洲牛肉。點餐嘅時候，店員都好清楚咁話俾我哋知 ，M7 係比較肥 ，M8 係比較瘦。呢個係 M7 牛肉雖然比較肥，但肥嘅位置有陣時都會食到爽爽地，而瘦肉位置都算幾滑。跟住呢款係 M8，呢個係點咗溫泉蛋嘅。如果大家唔係咁中意食即係全生蛋，可以用溫泉蛋啊，食落去一啲都唔會覺得肥，相反佢嘅肉質係幾有嚼口㗎。如果中意食有質感嘅牛肉，呢個就啱晒。另外，我哋加多咗一份西班牙黑毛豬豚肉。黑毛豬豚肉食落去都幾滑，完全唔鞋口，都幾有肉味。總結翻，我個人覺得肉類嘅表現都唔錯。如果湯底可以稍為濃翻啲，就更加好啦。價錢方面，肉量雖然係少咗啲，但係加埋有蔬菜同埋飯嘅無限添加，都算性價比幾高，整體嘅水準都算係合格之上。我呢一餐大概食咗270蚊港幣。仲有值得一讚嘅係，店員不時都會主動埋嚟叫我哋添加蔬菜同埋米飯，服務都好好啊！返到嚟酒店，同大家介紹下大堂。成間酒店嘅設計係主打英倫威士忌酒廊輕奢風格，整體以深啡色為主色調，再配合玻璃鏡面，好似水晶咁折射翻出嚟，整體非常有格調。大堂嘅另外一邊就係酒吧，如果想放鬆下嘅朋友，隨時可以坐喺度飲翻杯啊！酒店真係好貼心啊，每晚都會為客人預備即燴嘅水餃做宵夜。跟住我哋就返上房，即刻同大家做酒店開箱。今次真係好感謝酒店啊，升級咗我哋住行政海景套房，係喺25樓。我哋今晚住嘅係2501號房，呢間房有成60至64平方米咁大，係600幾尺嘅大空間。一入到嚟就覺得好放鬆，好有度假嘅感覺。房入面嘅家私主打係弧形流線型嘅設計。俾人放鬆休息嘅大梳化到實用嘅大書台，線條都好圓潤，高級得嚟又兼顧到休息同埋辦公嘅實用性。有65寸嘅大電視，可以有免費嘅電影收睇，但係就睇唔到香港嘅電視。茶水間嘅配備好齊全，除咗基本嘅2支飲用水，連安睡茶同埋過濾紙咖啡都準備到。真係非常之貼心，雪櫃裏邊仲準備咗幾支免費嘅飲品。過到嚟睡房呢一邊，睡房嘅大床係非常之舒服，軟硬度適中，係1.8米嘅大床，枕頭都有2款唔同嘅軟硬度，加上窗邊呢一張帶有腳踏嘅單人梳化，咁大嘅角落俾我哋休息，真係好放鬆啊！房間亦都預備咗香薰，每邊床頭各有1個插電位。連同書台側邊嘅插電位總共有3個，床尾設有大電視俾我哋臨瞓前可以欣賞電影啊。洗手間有非常之寬敞嘅大洗手台，風筒、毛巾、一次性用品都齊全。最正嘅係呢度有個大浴缸，而且酒店好貼心咁準備咗一次性嘅膠膜啊，今晚可以放心咁浸個靚浴啦。洗手間係採用乾濕分離。配備有國內品牌嘅洗頭水、護髮素同埋沐浴露。淋浴間係帶有大蓮蓬頭嘅花灑，
座廁呢一邊係採用咗智能座廁。嚟到呢邊就係好寬闊嘅玄關位，一入嚟門口嘅左手邊係衣帽間，佢係採用咗開放式嘅設計。衣帽間入邊已經準備咗2件浴袍，一次性嘅拖鞋同埋擦鞋工具之外，連掛燙嘅蒸汽燙斗同雨遮都有啊，真係一應俱全。大門口呢度個位置好闊落，空間感真係十足啊！成間房我都覺得好新同埋好乾淨。瞓醒一覺，帶大家睇下第2朝嘅景觀。由25樓高層望落去，仲可以睇到深圳灣體育館同埋無敵嘅海景啊！視野真係好廣闊啊！總結嚟講，呢一間房係好舒服，高空景緻又好靚，空間感十足。如果大家想喺生日或者紀念日想揾個地方度假，呢度真係一個好選擇啊！唔知大家睇完又有冇興趣過嚟住下呢？落到嚟20樓食早餐，過到嚟食物區呢一邊，我就覺得茶飲區好特別。除咗有幾款已經沖好嘅熱養生茶之外，仲有10幾款唔同嘅花草茶配料，可以俾客人自己調配口味沖嚟飲。一早沖返一杯嚟飲，真係非常之舒服啊！跟住另外一邊嘅飲品區有幾款嘅果汁，有穀物類嘅早餐、豆漿同埋牛奶。咖啡就梗係唔少得啦。過到嚟冷盤沙律區有幾款辣嘅冷盤，另外仲有鹹蛋可以配粥食添啊！有幾款嘅沙律菜，跟住又有我好中意飲嘅2款乳酪，同埋6款嘅新鮮水果，都有好精緻嘅甜品啊！過到嚟麵包區呢一邊有多款嘅麵包、蛋糕同埋蛋撻，另外仲有6、7款撻類甜品同埋唔同嘅蛋糕，同埋幾款嘅乾果。熱食呢邊有煙肉、薯條同埋唔同嘅炸物，又有3款唔同口味嘅炒蔬菜。另外仲有一道喺早餐時段都好少見嘅炒蝦，跟住又有炒粉同埋炒飯，有唔同款式嘅腸仔，有烚雞蛋同埋茶葉蛋。粥品類都有3款可以選擇。過到嚟粉麵區呢一邊，最正嘅係蔬菜同埋配料真係好多啊！擺到成枱都滿晒，中意食菜嘅朋友嚟到啊，真係要食多啲啊！最後呢邊仲有煎餅同埋煎蛋，有唔同嘅蒸包同埋粟米番薯。呢個早餐基本嘅食物都齊全。我最喜歡嘅係飲品區有好多種唔同嘅花草茶，又有好多唔同嘅蔬菜。呢個自助早餐都算唔錯。食完早餐同大家介紹下酒店嘅設施，全部都喺20樓，停車場就係 B1 至 B4 層，都有送餐機械人方便大家叫外賣。如果大家中意酒店嘅浴袍、枕頭同埋香薰，都可以選購。健身房就有幾部帶氧嘅器材，都可以過嚟簡單咁出一身汗啊！旁邊仲有洗衣房，有齊洗衣機同埋乾衣機，對於住多幾日嘅朋友嚟講都唔怕冇衫着啊！跟住我帶大家睇下我原本住嗰間房，一入到嚟左手邊依然係開放式嘅衣帽間，右手邊就係精緻咗嘅洗手間同埋浴室，再直入去就係大床對住電視，床頭兩邊都有充電位同埋香薰，茶水間就喺前邊，都會有免費嘅飲品啊！房間雖然唔大，都有餐台同埋餐椅。房間望出去嘅景觀係開揚嘅街景，完全都唔會有壓迫感啊！呢一間房我係 Trip.com 旅遊平台訂嘅時候係1050蚊左右包2位早餐。如果大家想揾一間新開嘅酒店，又方便過嚟行下街輕鬆一下，呢一間城景嘅房你哋又覺得適唔適合？記得留言話俾我知啊！琴日行咗成日，今日都要幫對腳輕鬆一下。去咗房之後，我就喺萬象城綠谷裏面揾咗一間新開嘅按摩店，叫做悅心舒龍。佢係喺26年3月先新開，有獨立房間可以欣賞埋電影。我呢個套餐係可以按埋手臂同埋肩膊。呢度啲技師手勢真係幾好啊，力度都好到位。按摩嘅時候會放暖包喺肚同埋腰間，真係好舒服啊！按完摩有幾款甜品可以選擇。呢度係有成20幾間唔同嘅房，規模都唔算細啊。
特別係技師做到每一個部分都會先消毒，衛生做到十足。我呢個係書體驗一足70分鐘嘅按摩套餐，我喺大眾點評訂嘅時候係港幣280蚊左右。如果早過12點到嘅話，亦都會有優惠。總結嚟講，呢間店鋪真係幾乾淨同埋舒服，喺萬象城裏邊呢個價錢算係合理。希望大家鍾意我今集嘅分享啊！如果大家鍾意我嘅影片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，仲要分享埋俾朋友啊！多謝你哋嘅收睇。